做人千祈唔好費盡力氣去走近任何人，與其將啲力花喺討好別人、拉近距離之上，不如好好將啲心力擺喺自己嗰度，盡力去提升自己，打磨自己。真正啱你嘅人，真正好嘅關係，從來都唔會要你有捉摸唔到嘅感覺。傾偈嘅時候唔使費神諗住下一句講咩先唔會得罪對方，相處嘅時候唔使緊張到怕做錯少少嘢就冇咗佢。就算坐喺度乜都唔講，都唔會覺得好尷尬。呢種舒服唔使勉強嘅感覺，先至係啱嘅關係該有嘅樣子。無論係朋友、伴侶定係工作上嘅合作夥伴，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啱頻率。啱頻率嘅人，你唔使刻意去解釋自己嘅諗法，佢自然就會明白。你唔使太落力去維持關係，感情都會好穩定。反而嗰啲要你花好多力氣去討好、去維持、去遷就、去硬撐嘅關係，其實到最後只會令到你覺得好攰、身心疲勞、精神耗損。就算俾你暫時得到咗，持續落去唔啱嘅頻率，最終都係會離開，帶嚟嘅只會係更大嘅耗損。所以話，與其執着於要同邊個走近，不如專心走好自己嘅路，等嗰啲同頻率嘅人出現，同你一齊走更遠嘅路。同頻共振先係靈魂間最默契嘅共舞。關注我，我係曉嵐老師。